即马台湾的老大人呢是愈来愈多，过去因为这肺炎死亡的人当中呢，其实有90%拢是65岁以上的时大。即马为着要来保护时大人的健康，疾管署是对1月15开始来推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预防射，而且用过呢是爱注2筒，即马只要注1筒就会使啊。时大将衫扣起来，互护理师注射。预防射会当保护健康，政府也鼓励65岁以上的时大爱注各种预防射来保护家己。疾管署也宣布，对今年1月15开始，提供65岁以上的时大含高风险族群，会当去注公费的肺炎链球菌预防射。疫苗推动协会表示，只要注1筒，就会当有完整的保护。像我们之前13价，因为它的范围还不够广，所以在成人我们会建议说，在后面再补一个23价，能够让它的涵盖范围更广。那现在因为20价已经够广了，所以就不需要再加一个23价，就只要打一剂20价就可以了。那这个疫苗它是很安全的，不会有这个全身的不良反应。65岁以上的时大，因为抵抗力较无好，恢复能力较差，所以患病着肺炎的风险就会增加。医生讲，老大人较会伫胃着流感，也是新冠了后，因为肺部受损着肺炎，而且老大人着肺炎的死亡率嘛较悬。那得到肺炎链球菌，它可以造成严重的肺炎，可以造成拒血症，那甚至可以造成脑膜炎。那这个它的致死率也很高，所以一旦疾病很严重，再来用抗生素，有时候也是缓不济急。那所以能够预防胜于治疗。医生表示，肺炎链球菌是上接看到的肺炎病毒。根据疾管署的资料显示，注预防射会当有75%的保护力，避免出现中重症，嘛会当降低感染了后并发重症和死亡的风险。呼吁65岁以上的时大，拢爱紧去注，开放公费注预防射，有个也有245万人受惠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